不能再和他一起吃饭、说话、看场电影什么的，我的胸口就好难受。长安和随雨也跟我说，其实不是我一个人难受，还有阿姨你。我以前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过得好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为我妈妈难受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为我妈妈难受的时候，阿姨也会因为我难过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要把我给阿姨的那份难受给拿走。浩轩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妈妈好吗？不过，你除了把阿姨的难过拿走，你要不要把另外一个人的难过也拿走？谁啊？爸爸呀。